后来这届这个风台丹纳斯是为家己的布地来定录，这个隔壁乡镇义德乡灾情原来真严重，这个规条路的电火条总倒总断，当地无水、无电、无网络，居民是害惨。 原本2厅2房的住家呢，现在因为受到丹纳斯台风的侵袭，整个屋顶全部都被掀飞，而住户现在只能在家内搭起帐篷勉强度日。听见雨风太扫一个，无厝顶也无机会，民众无地困，敢来当大步旁过日。走来就直接就起来啊！真正有够恐怖啊！唔捌安尼讲话咧，即摆去大家哦，有要住所在？袂感觉足危险吗？无所在通去住。风台丹纳斯对家己的布地定了。 隔壁村的义德乡，真侪工仔寮也拢受灾，每少工仔寮雨风太扫甲，敢若剩几啊尔。记者所在的位置就在嘉义县的义竹乡，那可以看到呢，其实现在的渔民工寮都非常的严重，他们不仅被狂风暴雨给袭击，而且铁皮是直接外翻，连屋顶都直接被削开的，现场是一片狼藉。唔知影是倒位的铁锤厝顶，雨风太先来到遮，吊伫个电火条啊。 规条路的电火条唔是风扇甲外摇，都是半天起翻倒伫车路，电线吊伫半空中，害哩。你有发电机也是被压坏，只能从外地调发电机来，路上没有任何车子来抢修，路上的电线杆也是都一样倒在那边。 然后要去载柴油也是没办法，只能用接力的。这料拢倒落饲料你感觉规个饲料拢淡，拢无迄款的。暗时佫拢无法度通去困啊，拢得爱起来顺迄发电机爱食油。电火条坏倒伫车路中，过一个车路，袂输咧比障碍赛共款，要行到对面，得爱对田迄边驶过。义德乡的民众拢真无奈。 讲无水佮无电的生活已经过3天啊！希望相关单位赶紧来修理。更加烦恼，丹纳斯风台对家己造成这么严重的损失，在后位中间可能爱真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